光加熱啊就等於火，火加鍋就等於我與哥再加上你，運動啊這樣提高更多。錯啊！運動啊！唔該你。咩叫印度啊？你去印度啊？溫度啊？第一個出局係梁永，記住啦，唔係印度。情調熱情又放亮，人人同醉熱情綻放，雙雙對對共欣賞。熱烈的彈琴，熱烈的唱，歌聲多乒乓，個個喜喜洋洋。人多拜祝你個個卡開心歡雀唱，喜氣洋洋人是風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好啦，咁我哋又要轉歌咯喎，真係棋逢敵手啊！今次你哋4個啊！零零六六長三六，高爪翅啊，仲有一隻大頭龍。二三加瓜辣襯，輸到我無。日夜都常來時候，生意不撈我兩頭。不錯啦，不錯啦，真係生意不錯啊！咩叫生意